開始啦，開始啦！仲基歐巴喺首爾慶熙大學舉行嘅首場粉絲見面會，星期日開始啦！又攬攬，仲要近距離查唇膏，係咪好葡萄先？宋仲基亞巡首爾揭幕，超親密互動冧爆粉絲。為咗見仲基歐巴，唔少心急嘅 fans 都預早到場，先同紙牌歐巴影相，再做官方紀念品，然後乖乖地排隊等入場，好熱鬧噶。fans 仲準備咗好多問題問歐巴噶，你睇下塊留言板啊，係滿晒噶。嗱，見面會喺韓國時間星期日下晝2點正式開始。仲基除咗帶爆自己沖涼次序、手機鈴聲同手機背景係乜嘢之外，現年30歲嘅仲基喺分享嗰陣，仲表示想喺30歲內結婚。就算現場 fans say 晒 no 啊，都話要結添啊。不過結唔結婚都好啦，最緊要係識諗 fans 啊嘛。你睇下，加埋呢個大合唱，fans 唔冧都唔得啦。仲基今次嘅見面會，除咗有歌手金棉同朴寶劍撐場之外，老友光洙都有現身支持，仲大爆仲基有次發酒瘟，成部手機跌落碗湯入面都唔記得，之後仲問光洙點解佢部手機會壞咗。